嗱，一提起侏羅紀公園，10個有9個咧都會諗起史提芬史匹堡。恐龍咧由個戲院走出嚟，配合一場戲咧，成個雞皮都會起埋。冇錯，佢的確係神級嘅導演，冇佢咧，侏羅紀公園咧就唔會有今日咁嘅成就。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啊，如果冇以下呢一個人咧，有史匹堡都冇用，因為冇佢嘅話咧，恐龍就唔可以翻生，亦唔會有主題樂園嘅存在。更重要嘅係唔會有侏羅紀公園嘅誕生。佢唔係導演，唔係動畫師，甚至唔係恐龍嘅專家，但成個侏羅紀公園嘅宇宙就係人類一手創造出嚟嘅。Michael Crichton 基里頓1942年出世，美國芝加哥人。大學期間，佢入讀咗哈佛醫學院，最終以極優嘅成績獲得咗體質人類學學士。不過讀醫咧就唔代表冇創作嘅靈魂㗎。基里頓自小咧就極具寫作嘅天分。14歲嗰陣時已經喺紐約時報刊登旅遊專欄。就讀醫學院期間啊，佢用筆名寫驚慄小説，點知竟然越寫越紅，紅到仲攞埋最佳小説獎。到咗1969年，佢就開始用真名出版暢銷書《天劫屠城》，最終賣出咗電影版權。而呢部作品亦令到佢成為咗美國最成功嘅小説家之一。自上世紀60年代中投身於寫作行列開始計算，40年間，基里頓發表嘅作品多達25部，其中就以科幻及科學危機嘅主題為主。全球嘅銷量咧累積高達1億5千萬冊，成績可以話係非常驕人。1969年可以話係基里頓人生嘅轉捩點，佢攞咗哈佛頒發嘅醫學博士學位，但最終冇做到醫生，反而殺咗入荷里活。唔好以為佢一出道就好風光啊！啱啱相反，雖然嗰陣時佢喺小説界已經小有名氣，但喺電影界佢就係 nobody。佢係新人，冇導演嘅經驗，所有嘅技術都係邊拍邊學嘅。佢嘅第一部導演嘅戲咧叫做《Westworld》，製作費只有125萬美金，係當年荷里活嘅低成本製作。We will soon be landing at the ultimate resort. Westworld 呢個故事咧，可以話係侏羅紀公園嘅雛形，一個未來嘅主題樂園，用 AI 機械人要嚟招呼遊客，結果機械人失控殺人。當時呢部低成本電影冇人睇好，但上映之後口碑爆炸。基里頓咧亦係靠呢一部低成本電影喺荷里活企穩陣腳嘅。當年嘅基里頓咧係醫學博士、暢銷小説家、編劇，仲做埋導演。荷里活咧幾乎冇第二個可以身兼咁多個身份嘅。雖然有人批評佢唔夠專，風格太通俗，但佢用一部又一部嘅作品證明自己唔止係跨界成功，仲係改變娛樂產業嘅王者。80年代學術期刊《Science》刊登咗古生物學家喬治波納嘅研究，佢發現琥珀竟然可以保存幾千萬年前蚊嘅細胞，連細胞核啊、線粒體都可以清晰可見。基里頓一睇到呢篇報導，即刻靈光一閃，心諗：如果當年啲蚊針嗰啲恐龍血仲喺佢嘅肚裏邊，咁我哋係咪可以攞翻啲 DNA 重組翻隻恐龍出嚟呢？就係咁嘅一個天馬行空，但又建基於科學事實嘅假設，令成個侏羅紀公園嘅宇宙構思喺佢腦海裏邊爆炸。佢一路寫小説，一路就諗呢個故事一定要拍成大電影。不過佢唔急啊，因為佢知道呢個 idea 實在太勁爆，一定要交俾一個真係拍得掂嘅人。1990年，小説《侏羅紀公園》一出就爆紅，成為咗全球嘅暢銷書。但其實喺小説正式出版之前，就已經有成5、6間荷里活嘅片商出價要搶拍電影嘅版權，包括華納啦、20世紀福斯、迪士尼都有參與競投。最後勝出嘅係環球。最大嘅原因係導演個名叫做史提芬史匹堡，唔止係因為佢出價高啊，而係因為基里頓就係希望由史匹堡嚟拍。點解？原來早喺1989年史匹堡就已經揾基里頓合作，想拍一部以醫院為背景嘅電視劇。當時基里頓就攞出佢喺哈佛讀醫嗰陣時嘅筆記，而呢度就成為咗後嚟嘅長壽劇《ER》，即係人心人術嘅藍本。
雖然劇集最終要到1994年先至喺 NBC 播出，但兩人嘅合作同埋信任嘅關係就喺1989年嗰次嘅籌備裏面建立起嚟嘅。基里頓曾經公開講過，史匹堡係佢唯一覺得真正明白佢小説想講咩嘅人。佢欣賞史匹堡唔單止有想像力，仲識得處理人性嘅議題。所以當史匹堡睇完《侏羅紀公園》小説初稿，當場就話佢一定要拍呢個故事，而且要用前所未有嘅技術去拍，令恐龍真係生勾勾咁喺觀眾面前出現。Dinosaurs are coming back to life today in the new movie Jurassic Park. 結果你同我都知啦，1993年《侏羅紀公園》正式上映，票房爆棚，改寫咗電影嘅歷史。觀眾第一次喺戲院裏邊見到信得過嘅恐龍，唔係動畫，唔係模型，係活生生充滿威脅感，足以令全場窒息嘅史前巨獸。It was fantastic. It was so scary. That they were able to get such a visceral, immediate response. I mean, it didn't say this is an effect. It was like, bam. The thrills never stopped. It was amazing. 如果冇基里頓嗰一刻嘅靈光一閃，冇史匹堡嘅想像力同埋執行力，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就唔會有今日咁經典，好可能只會係另一個放完就俾人哋遺忘咗嘅恐龍 B 級片。你以為佢淨係識寫恐龍啊？錯晒啦！基里頓被譽為小説界嘅科學預言家，佢筆下唔同嘅世界觀其實都係圍繞住同一個問題：當科學比人哋更快，咁人應該做咩呢？奈米獵殺講述 AI 自我進化、失控繁殖；時空悍將挑戰量子穿越、改寫歷史；深海懸疑探討人類潛意識點樣投放恐懼、製造災難。每一部作品其實都係對未來嘅一種警告。而《侏羅紀公園》最勁嘅唔係恐龍有嘅逼真，而係基里頓用恐龍講咗一個又古老又現代嘅問題。人類一心想扮演神，但最後反而俾自己創造出嚟嘅嘢反噬。佢最經典嘅一句話，雖然冇直接寫喺小説入面，但早已經成為咗全球科幻迷嘅警世金句。Yeah, but your scientists were so preoccupied with whether or not they could, they didn't stop to think if they should. 2008年，基里頓因病離世，但佢寫得嘅小説、佢拍落嘅電影、佢提出嘅問題，到今日仍然喺度影響緊我哋。人工智能、虛擬實境、基因改造，佢筆下嘅恐龍可能只係一個象徵。今日 AI 已經唔止係一項科技，而係開始實實在在咁、慢慢咁取替緊人類嘅工作。基里頓一直反覆提出嘅問題，恐怕要再一次引起我哋深深嘅反思。究竟 AI 係用嚟幫助人類，淨係資本家用嚟進一步控制人類嘅工具呢？對於呢個問題，你又點睇呢？